来，乡亲继续来看，日本有一间真出名的动画公司吉卜力工作室，像这个《神隐少女》《魔女宅急便》等等的动画，拢是因做的。吉卜力工作室来试出着8组动画相片，互网友会当摕去做图，结果伫咧网络顶来带动一个做图的比赛。 这个县市长甲部会首长嘛对着这波的热潮，像台南市长黄伟哲就拍头阵，一路接力予桃园市长郑文灿、屏东县长潘明安，透过这个图来推销着各县市的特色。一度会ったことは忘れないものさ。思い出せないだけで。 因为看过吉卜力经典动画艋舺，最近又搁互人想起来。因为吉卜力工作室提出8组动画剧照，互网友凊彩下载自由改。第一届吉卜力城市比赛嘛，伫各县市首长的面前举行。台南市长黄伟哲拍头阵，做4张台湾有够甜的图，搁下剪贴予各县市首长。 桃园市长郑文灿受到挑战了，随伊桃园为安怎人口成长会遮紧来回应，带起网络声量。屏东县长潘明安嘛讲，屏东参战倒一摆无对，有打出将近20张的屏东相片。交通部长林佳龙嘛打这张新闻少女的经典剧照，爱民众连假出门坐车时，会使坐代替区间快车去东部行哩，只要200块。县市长、部长以图论战，网友爱笑的同时，无形中嘛加深政策的宣传。